第8章。我真紧就来知影这缕花的代志。伫咧小王子的胸齿顶悬，一直拢有一寡真普通的花。因敢若有一颗花瓣，因无占啥物位，嘛袂去共吵。因早起的时阵为草地发出来，到暗就冷去啊。毋过，迄蕊有一天雄雄反应，伊的籽嘛毋知为倒位飞来的。小王子开始真足观察即丛甲别丛拢无共的树花，伊有可能是一款新的护树木。毋过即丛树仔真紧就无阁大，开始要开花的款。小王子看到足大的一蕊花苗结出来，感觉一定会开出一蕊水当当的物啊。毋过，即蕊花秘伫伊的青叶仔内底，也未准备好势，要水水出来见人。伊足细腻咧敬伊的色水，伊慢慢清衫，伊甲花瓣一片一片扣整齐。伊无爱像用石花共款摇撇撇，伊要伫上水的时阵才出来。啊，对，伊真爱装互妖娇。伊变鬼变怪，西装打扮，已经连续几若工啊。有一天透早，日头伫要出来的时，伊开花见人啊。伊遐尼细腻，西装西几步，哪讲哪哈气。我拄则醒尔尔，我甲你回息咧，我也未洗头洗手面咧。小王子挡袂牢，甲学老讲：“你真是有够水啊！”敢毋是咧？迄蕊花轻声细碎甲讲：“我甲日头共一个时间出世诶。”小王子早就要讲即蕊花无啥谦虚，毋过伊虽甲互人足感动诶。我想，即马是食早顿诶时阵。伊真紧煞落去，佮讲：“你敢会当好心想着我？”小王子感觉雾煞煞，紧去找一个滴清气水的物件来甲花压压咧。小王子真紧就去互即款有小可歹性的虚荣心来折磨。有一天，讲到伊的四支刺的时阵，伊甲小王子讲：“有鸟仔会好，可能会来。我的胸齿顶悬无好啦。”小王子甲抗议讲：“搁再讲好嘛袂去食草，我才毋是草。”伊蕊花细细声甲讲：“是咧啦。我毋惊好，毋过我足惊风诶。你敢无通查风诶物啊？惊风来吹，是阮若是惊风，毋就惨嘛。”小王子心内安尼想。即蕊花真是真奇怪。暗时，你爱甲我藏伫玻璃罩内底，日头足寒诶。你的厝起了无好势，我来的迄位。毋过，伊家己随点去，伊是为一粒籽发出来。伊毋捌看过别位的世界，因为家己讲的白贼话遐尼天真，伊感觉真无面子。规气假嗽2-3声，要互小王子感觉是伊毋对。查风的物件咧？我拄要去找，毋过你著直直甲我讲话，讲袂煞。伊阁嗽一声大诶，要互小王子感觉歹势。虽然小王子真想要爱即蕊花，伊嘛真紧就感觉妖异。伊真认真去对待遐不得不切的话，所以煞来变甲忧头壳面。我应该莫听伊的话。有一天，伊甲我讲：“咱本来就无应该听花的话，
花是要互人看水、甲鼻芳的。迄蕊花，互我的星球变甲香滚滚。我竟然无因为安尼感觉欢喜。迄个惹我的故事，互我感觉真烦恼。其实我应该爱较温柔咧。伊阁继续讲互我听。我迄当时也袂当了解，我应该爱根据伊做的代志，毋是伊讲的话来甲伊做判断。伊为我带来清芳，互我感觉欢喜。我无应该来离开，我应该约着伊搞怪的后壁，其实嘛有温柔的一面。花正经有够自相矛盾，毋过我想过少年，才会毋知影安怎去爱伊。